大家好啊！澳洲嘅房地產市場啊，最近咧可以話係風聲鶴唳，滿城風雨啊！大家其實只要打開新聞，都會俾一連串澳洲聯邦政府即將大幅修改房地產稅務優惠嘅頭條新聞嚇親啊！澳洲傳媒報道咧，工黨政府正在準備今年5月份嘅財政預算案之中咧，向負扣稅 （negative gearing） 同埋資本增值稅 （capital gains tax） 嘅折扣優惠開刀。根據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喺2026年2月27號嘅報導，政府為咗應對房地產市場嘅世代公平問題，並且增加庫房收入咧，極有可能喺佢嘅預算案之中削減投資者持有房地產超過1年之後所享有嘅資本增值稅折扣。同時咧，財政部亦都計劃針對投資者可以申請負扣稅嘅房產數目，由不設上限改為最多2套。面對傳媒嘅追問呢，財長嘅 Jim 嘅態度就顯得非常謹慎啦。佢冇公開咁樣證實一啲具體嘅細節，亦都冇排除修改負扣稅同埋 CGT 優惠嘅可能性啊。但係呢，消息一出，唔少散戶投資者都好驚啊，甚至乎有市場嘅聲音認為澳洲嘅房地產黃金時期已經結束咗啦。但係咧，各位觀眾請保持冷靜先啊！作為一個理性嘅投資者，我哋最驚嘅咧就係俾市場嘅恐慌情緒牽住鼻子走。今日咧，我哋會用最專業嘅經濟學視角、最真實嘅數據，為大家進行一針見血嘅深度剖析。我哋唔單止會拆解呢一啲政策背後嘅政治同埋金融邏輯，更加會為大家揭示呢一個政策大洗牌嘅時代，究竟邊一種房地產係會逆市跑出，成為最強嘅現金流提款機啊！